33岁乌克兰女星瑞莎来台发展10年，从2013年就开始申请归化台湾，却频频受阻，历经多次失败后，昨天24日，她终于如愿领到台湾身份证，成为正港台湾人。总统蔡英文第一时间亲自到瑞莎脸书留言，暖心的一番话被网友赞爆。瑞莎昨天在脸书上晒出一张自己拿着身份证的照片，写道：“我是正港的台湾人，只能说谢谢你们。”贴文发出不久后，总统蔡英文亲自在底下留言表示欢迎你加入台湾这个大家庭，让不少人又惊又喜，直呼总统也来了。真的假的？本人总统好。总统亲自恭喜耶，捕获野生小鹰，而瑞莎也亲自回复小鹰非常感谢。此外，内政部长徐国勇也亲自留言，我们诚挚的欢迎瑞莎小姐加入台湾大家庭。常郑文灿则说，谢谢瑞莎在桃园的龙潭国中和双龙国小担任义务教练，指导韵律体操选手，恭喜你成为正港台湾人。